目前人可能。翻开消掉53公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分到1公，再1公，3公。主田石碑田到公，分到公。目前人可能。各位，咱主席，咱各位组长，各位政府代表，大家晚安。目前人可能。希望您师弟，时间一直变好，一点一年一本好学吼。所以讲，一本如书，公认如此。会使讲人生每一个都是咧变化，每一个都是咧改变咱的人生。但讲昔日少年郎，今天老人郎吼。所以过去乌头毛，即马白头毛，所以你甲看变化特别了解。不过咱要爱一个心理上有些变化，是咱这个心。所以无论社会怎变化，咱这个心嘛要变化，拢是会影响着咱。但是因为咱社会咧变化，咱这个心嘛变化，其实咱就已经受社会影响。所以咱学道就是要学迄个心，修道就是要修迄个心，修道就是要成迄个心。所以咱人做人，咱讲出来讲，但用初心，其了成佛。菩提初心，本自清净吼，凡用初心，其了成佛。咱今讲到遮来啦吼，有遇了严品，咱嘛知影，咱讲心性的物件。迄个心性，咱讲明迄个无常法。恁若用着迄个有常，用着有常，用着一个常，硬要甲讲着即个无常，恁用一个物件一直咧想。